今天讲的是第5个部分，也就是讲的刚刚念诵的这第5部分是在讲，出家众该如何与这个法友之间相处。现在法王念的这是第6个部分。接下来是在这个第5部分和第6部分没有什么可以做太多的解释。然后在第7部分是这个行仪，如果是这个出家人的话，那么他的行仪是什么呢？所谓这个出家人，应该要行持的是什么行仪呢？或者是要做什么事业呢？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第一是善护自己的戒律。然后就是即时的忏悔，哪怕是一点点的过失。然后就是闻思修持，以闻思和观修禅定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生。那么这个所谓的在家人和出家人之间的这个行仪是要以什么来做区分呢？也就是这以上所讲的这几个部分。然后像这种的出家人的这个行仪，要有这个出离心和厌离心。它主要是讲的就是在现今这个很多人都讲闻思没有意义，然后主要是因为不需要去以闻思的修持来调伏自己的自相续，然后。然后讲一些这种不具实义的这些话，那么他们就证明他们没有升起这个出离心，因为他们
应该是他们应该对世间升起出离心，但是他们却对这个文思修持升起了出离心，反正他们所做的行仪都完全的颠倒了。然后既然出家了，然后舍弃和对世间的这个贪念，那么你该做的就是这个修法，也就是该行持出世间法，比方说。对侍奉上师，有的人就口称在侍奉上师，然后再利益佛教、利益众生，口口声声这样声称，然后他们就所做的行为是什么呢？他们就做这个一些在家人的事，然后做一些这个世间法。然后就跟上师也是一直谈论的就是这些世间法。然后所修的也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获得世间利益的一些仪轨法门，做一些世间的这个法事。然后在这个身口意三门，都是一直都行持着这个，都是在承办着这个使自他一切升起这个世间八法的这些行为，所以说一定要断除这些行仪然后往昔佛陀就曾受记说，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法者，他们总是散乱放逸在这个世间法的行持上，就手持着一种修法的表象，就是说佛陀有这样一个受记。然后他们所做的这个，所做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求到的一些法，不要将它仅仅只是存放在经书上，或者记录在本子上，而是一定要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就像是往昔。我们所讲的这个别解脱戒，一定要这个记在自己的心中，那么如果不将这个记在心中的话，就算因为就算是一个100岁的比丘，他也必须要这个一直都手持着、守护着这个，以及记在心里，将这个别解脱戒的戒条。不管做什么取舍，善恶的取舍，你都要很清晰的在心中，要懂得该如何去这个取舍善恶，然后将这个将所有的这些我们嘴上也可以一直都念诵，也可以没有任何间断的去诵持，然后心中也如的这个像如理如法的升起这种一个景象，然后就懂得该怎样去取舍，因为在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分辨，然后就可以对峙在这个烦恼和所知上。
比方说你在这求受灌顶的时候，或者求受戒律的时候，比方说在密法的这个瑜伽士中，像这个，就算你在灌顶上没有这种法器，你也可以去这样去修持。然后，在你在修法时，不需要这个收集任何这个法器，你主要要将这个你的精进和你的努力放在哪里呢？就是放在这个真实实践的这个修法上，这才是真正的修法。然后接下来是第八个部分，然后就是说你在这种行仪会获得什么样的果位呢？也就是我们的出家人，他最后他会最终的目的，他是获得解脱和正等觉的果位。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果位，然后要将这个你在闻思修持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对戒律上有增长，在闻思上也有增长，然后傲慢减轻，然后前进心增长，然后禅定也更加的清晰。从今天比昨天更为善业更为增长，然后对世间的出离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这才是这个修持的这个一些成就和果位。然后你心里如果是没有升起这样的这个成就和果位的话，那么虽然暂时看上去好像你具足一些戒律，或者觉得你观修也非常的厉害，那也没有对究竟来讲没有任何的利益。就像之前所讲的，现在有一些上师，他们就想把这些为了让自己的弟子送上这个罪恶的这个道路上，然后总说上师说什么你都要言听计从，上师说什么都要言听计从，然后最终呢，主要就会将弟子送上这个造恶的这个道路上。那些一直上师的这些弟子，
他们虽然医治了丧尸，但是他们所做的却是这个或者是缝制衣裳，他们却没有去这个不让他先去做这个修持解脱之法，但是却让他们去缝制衣裳或做一些世间的法，然后就说以这种方式就会升起一些悲心，升起出离心。总之，在这个自相续之中，一些放逸，有一些散乱的这个心态的话，那么在最初，就要对，那他的这个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然后去思维他的最后的这个结果，然后想到这个结果，如果是善的话就去修，如果是恶的话就去断除，就去断除这些升起恶业的这种恶因。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是不共的这个观修，然后它里面分为内观和这个外观以及密观三种。然后要去观修它这个内观、外观以及密观。首先是这个外观，在外的观修。在这个轮回，特别是堕入恶趣的这个因，也就是这个贪嗔、傲慢以及嫉妒和吝啬之心的这个。看到这样的这个升起这种五毒的这个对境，或者是有升起这样的念头和妄念的话，然后三门就非常的放逸和散乱。如果觉得自己将会升起这样的贪念或者是这样的对境的时候，那么就要在一个同气之中，同气之中要有，他说需要有一些观想一些财物，也就是这种药材之类的东西，然后在这里面，然后就这个铜器下面就开始生活，然后这个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就像是我们划火柴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声音的这种然后就观想这个，就升起这个烦恼的这个对境和这个妄念，刹那间变成一个像阎罗王一样的罗刹，就像是一个这个升起水牛头的这种一个阎罗，然后非常的。
就是很臭的有一种狐臭的味道，然后身体被燃烧着火焰，然后左手拿着这个绳索，然后右手拿着这个右手拿着一个木板，然后将这个木板的这个末端有一个圈，然后戴在他的头上，然后是拍打着这个绳索，然后就说，这是你自己找苦吃，然后你嘴里就要念诵，这是自找苦吃，然后就以这种方式去观想。然后在这个很多人之中，在人群之中，如果你升起一些贪念的话，你虽然不可能聚集这么多的这个资具，但是你一定要不要害羞，然后衣服要反穿，然后。然后你嘴里就要讲，你快要疯了，你快要疯了，然后把衣服反穿，然后就像前面所讲的，观想那个阎罗，然后。然后之后是内观，也就是在内的这个观修。然后因为这个上面说有非常好的缘起，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疑虑。比方说一些医生的话，他们有时候就是只是施一些少量的这些药物就可以让患者产生一些好转。所以说这个外在的这个观修也是有一些殊胜的缘起，所以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疑虑。然后要观想一个这个弥勒，观想一个弥勒佛。然后在这个木板上写上这个顶礼弥勒佛。然后说就是要念诵和观修这种，如果这也对你的烦恼妄念没有利益的话，那么你就要多多念诵这些词句。然后去狠狠抓你的这个臀部，狠狠去抓你的臀部，用手指去抓你的臀部。接下来是这个密的这个观修。然后如果你升起妄念的话，那么要观想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成为这个黑鲁嘎所谓的这个，也就是
或者是这个圣乐金刚，或者是大威德，反正要观想一个愤怒尊，要将自己的上师观想这样一个愤怒尊，然后他的身体燃烧着这个智慧的火焰，然后将自己的这个妄念和烦恼全都被他的这个智慧火所焚烧，然后将自己的这个然后就观想上师融入自己的心间。然后对世间的这个这事与物升起贪念的话，那么就要真实的祈请上师或者本尊，然后安住在大手印的这个境界之中。然后这个从密拉日巴大师传下来的这个厌世出离心的这个引导文结束，然后接下来是对轮回的出离心的这个引导文。像我们这个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三门身口意落入到这个下等的这个世间人或者这个薄地凡夫的这种行义上，然后一定要去思维这个去观察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并不是去观察外在的这个形象。就像密拉日巴大师的道歌之中所讲的，就算是对你的这个怨敌也要升起悲心，因为像密拉日巴大师的这个敌人，就是说就算是一个敌人，密拉日巴大师的敌人看见密拉日巴大师的这个生活，也会升起悲心的这种一个状态。这个音响今天早上就有些问题。像世间人的话，就会对这个非常的向往这种世间富足的人。像这个密拉日巴大师的这个妹妹，然后他就觉得那些有很多弟子的上师，很多财务的上师，就对密拉日巴大师说：“你修的这个法根本不是法，你所这种修法的方式真的很奇怪，也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才有这种修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你这种修法方式好像错了。”然后就觉得在外在的一些事态，就以为在外在的事态就迷惑在这个外在的事态，以为这才是修法。
总之，不要让这个身口意散乱在这个时间法上，然后如果只遇到一个具德的上师，然后就知道这个具德的上师无论其他做什么，只要去修法，你才能使上师欢喜。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具德上师，让自己的根本上师欢喜的话，那么我自己的这个一生的愿望就是这个。所以我不想让上师伤心和不想让上师对我操心，就在每一座之中念诵这个500遍，一天分成4座，然后就这样念诵3天。手中不是这个恰善，千万别这么对了。手中这边我管，千万别这一样前面的拉的，中法的，手中看个没大的，这话都特别多，这边就用完了一般这边的时候中年级就是这个313냐와이가 다단이죠. 세대적인 양도 카마파가 것이 호라이 동조대나 시지 물러래. 라비 세대적인 마자는 제 영원 자루 공개를 민진제도가 최상 세대지 대비 망이지 시황의 자루 남기를 민 세대 라디 동반을 미치를 때는 미래를如果的确证明居民的这么这样的话，就会你若的桥头居民身上的根据所谓的那些农业主管部门人，现在通过的年报人这个，偏到了也超过了文的数据遇到了的，就说遇到下来遇到说，也太难遇到不能都是，大陆可以现在负责了，群众的年点的地方的。基于的那么几个正常说的是吧？切实的基于这种大的从现在俺们可以处理起来，哪怕出现说我们那就当然对的，没这样的，看是没得说哪个的这个，而且但是这第三个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只遇到一位具德的这个根本上师，那么他对他来说最欢喜的，也就是修法，也就是去寻找一个利益来世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这才是真正上师的这个心意。所以说，为了圆满自己上师的心意，为了让上师欢喜，那么就应该去修持这个佛法，去修持利益来生的这个佛法。那么既然你只遇到这个具德上师，具德的上师的话，那么你这个修法也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升起。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具德的，你遇到一个不具德的上师的话，那么这个不具德的上师，他主要就是对这个世间和今生才会欢喜，因此呢，就他的弟子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去修持，想要去承办这个世间法，就算是你这个他的弟子去修持出世间法，但是这个不具德的上师也不会欢喜，因此呢。因为这个上师他对世间的执着，对世间的这个贪念，就很难让这个弟子成就解脱法。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要让上师欢喜，要圆满上师的心愿，总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让满上师的愿要这么重要呢？
我们就会这样去想。那么所谓的这个上师的心愿，并非说是就像是平常我们让一个人高兴一样，因为所谓的这个满上师的心愿，和修持这个修法，两者是分不开的。因此呢，你修法就自然就会令上师欢喜，就会圆满上师的心愿，而并非是说你做什么事，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让别人欢喜，就算是你造恶，只要他欢喜，也就满他的愿，并不是这样。因为真正所谓的这个圆满，这个上师的心愿，就是说，你能不能如理如法的修持佛法，这就是上师的心愿。总之呢，像我们大家最主要要对，就像是今生的这个愿望或者未来的这个目的，自己要懂得自己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心愿是什么，要懂得真正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心愿是什么，不要像这个鸟的这个羽毛一样，被风吹动的这个羽毛一样，或者是会吹到上面，会吹到下面，会吹到东边，会吹到西边，不要像这样，总是因他缘而随风摆动，然后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永久你自己的这个心愿，也就不可能成就。所以说呢，你自己也要有一些主见，不要随风摆动，自己最初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一直就这样走下去，并非说你一直这样，因为我们一直修法都会出现一些违缘和障碍，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障碍，你都要朝着这个目标而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遣除这些违缘和障碍，然后一直的走下去，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修法者，就像我之前所讲的，所谓的这个修法者，因为我们分为这个修法和政治，像我们藏文中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词句，这个词语又会有另外一种解释，也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来讲，有的人以为这个修法者就是修法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然后搞政治的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觉得有的人如果去搞政治的话，就觉得他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那么如果去修法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愚昧，不懂得该怎样的行事。但我就觉得这完全的这个颠倒了，因为在藏文之中，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词语，它是一个广泛的意思，也是一个长短的这种一个词语。所谓的这个藏语之中的政治的这个 C， 也就是说将这个整个国家或者整个民族深谋远虑，为他们而去做的这个事，做有益的这个事业，称为这个政治。那么像我们修法者，并不是只是说一生，或者并不是说是100年、1000年。总之呢，我们这个修法的最终的这个目的，也就是生生世世，从现在起，从今生，从现在，从当下，一直到获证菩提，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高远的一个这个愿望。因此呢，我们这个修法者，我就觉得真正的精通政治的人，而是我们，因为真正精通政治的也是这个修法者，因为他在生生世世都为了这个可以从这个快乐从暂时的快乐走向最终的快乐，而去生生世世承办所有众生的事。所以说，修法者并非是愚昧，而是他有很长远的这个打算。因此呢，但是现在很多人总是看到暂时和眼前的一些利益，因为他们在他们脑袋里根本不会有这个长远的永久的这个利益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呢，我们对现世的这个一些暂时的这个利益，不要就去执着暂时的一些利益，因为呢，他们没有对来世升起任何的，他们不相信来世，所以说呢，他们虽然不相信来世，就不会很难升起对来世的真实的这个定解，因此呢，他们就只会看见眼前和暂时的今生，所以说呢，就会遇到很多的，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就会一直就迷惑在这个今生的这个事业上。所以说呢，平常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未来的事和长远的这个事，如果能好好的去思维的话，就会懂得自己该怎样去修持了。总之，但是这并非是所谓的暂时的帮助和究竟的这个利益，也就是暂时的利益。所谓暂时的利益，只是暂时的一种帮助，然后这个幸福和快乐，它是永久的这个利益。像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样长远的一个打算，总是想着暂时的一些利益，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出现很多的麻烦。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也会逐渐的懂得，这就会引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像环境来说的话，像以人类为主的所有的这个众生，是这个最主要100%的这个要去利用的资源就是这个资源就是来源于这个地球，以及自然界。然后我们以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欲望去，以一种很大的欲望去使用，而不去为了我们的后代去着想。也不会去思维这个自然资源会不会缺乏，但是总是想着自己的这个以一种欲望去使用，一种欲望不知足的一种欲望去使用。那么呢这个世界的这个资源，如果只是我们才需要的话，那倒还好，但是我们后辈还需要去使用，还需要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因此呢，并不要只是想着今生和暂时的这个利益，暂时的一种快乐，而所有的人都只去想着这个暂时的，而不做长远的这个打算，不为其他人去思维，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去思维。其他要讲什么呢？没什么可讲的了。前天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辩经已经结束，
然后之前也讲过，然后接下来是第2阶段的这个辩经，是从今天开始，然后6天以后就会结束，然后第3阶段就在一整天的这样辩经，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一直就这样辩经，然后不管是辩经会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总之要从早一直到晚辩经。之前我在各位这里，各大辩经的这个评委，我也跟他们讲了，在这次的这个辩经比赛之中，最后会出现输赢的这个状态。所谓的这个输赢的状态，并不是我们这个一个月之中的这个辩经，并不是说就是说在一直就说每个佛学院对佛学院的一个成败的这个评价，而只是说在这1个月之中，各位这个在辩经之中的这个成果才出现这种输赢的状态，才去评分这个输赢的这个分数。因此呢，这次在这里评分出这个输赢，最后出现这个分数的话，那么对这个平常这些佛学院的这个需要该怎么各个佛学院该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教育，或者是要怎样转变自己的学风，可能会有一些利益。因此呢，所以大家不要去浪费这个很好的这个时机，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都放在这个输赢的这个分数上。我们从佛法上讲，我们从佛法上讲，我们都说一定要懂得什么叫这个取舍和断除和获得，要懂得这个所要取的，以及所要断除的，以及所要获得的，所要吸取的这个该是什么？其他我们不能区分什么叫这个佛法了，一定是要落在这个善恶取舍之上。因此呢，这次也可以算是一个善恶取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在这之上的话，如果大家都不去重视的话，那么就会就像我们到一个布满很多珍宝的一个宝舟上，然后空手而回一样。所以说，各大这个佛学院的堪布以及和僧人，大家都应该重视，在这个机缘上，去想想该怎样，想想自己平时的学习状态，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然后该怎样让自己的学问提高，怎样让自己的知识提高，然后大家自己心里也要去这样思维，然后彼此要讨论的话也要讨论，然后希望可以在明年又可以比今年更好、更殊胜，也知识和功德也更加的增长，比以前还更好的圆满。希望大家将这主要的目的放在这之上。这样的话，这次的这个噶举冬季辩经法会，法会才是它的真正的实意，而并非是说这个在这1个月之中就在召开这个辩经会，就在这1个月之中吵吵闹闹，然后之后回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并非是这样。希望大家一直都这样继续去这样思维下去。比方说，我之前有这样想过，想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是要自我批斗的，要写一个这个。就说是自我批斗，就说我的想法不正确，我的作风不正确，想要有这样一个听说有这样一个自我批斗的要写这样的一个文章，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在这次辩经法会的时候，在这期间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以及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看到什么样的过失，然后写在纸上，然后如果能拿到我这里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但是又觉得又怪怪的，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上，希望可以有一些利益。然后呢，13号是最终的这个贬金，然后14号是休息日，那么在这个休息日，我们想了很多，然后就像之前那样，就放假还是怎么样呢？觉得。我想的话，如果这个佛学院的僧众可以去那烂陀那边去，看看的话，走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利益。因此呢，比方说像藏传佛教那烂陀对藏传佛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我们是佛学院的学生，因此呢，我们所修学的这些经文经书都是源自这个那烂陀的这些高僧大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去这个那烂陀那边，如果能辩经或者是讨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殊胜，但是。我又会有一些担心，因为很多人就这样过去，坐在汽车上，坐在车上的话，那么又会不会有出现一些麻烦呢？总之我还没有决定，但是之后我就慢慢的这个讨论，然后最后会告诉大家，该怎样去度过这个休息日。